总共就是安尼啦，因为这回啊，我已经有一个拍算计的，我准备要放长线叫大台啦。啊，大，你讲唔对哦，咱的对手是虾精咧，唔是迄个什么大台的。你安讲你听无？咱大的本名叫做大裤带，伊即摆要放一条长线，要钓伊家己即尾大裤带。哦。哎，所以哦，我若无讲你听，你袂了解；我若讲你听，你就了解；我若拢总无讲你听，你拢总袂了解。我未讲吼，啊，就安尼啦。因为吼，你唔通看讲我这个大只呢，细只的呢，你甲想看觅，细只哪有迄个能力讲将全场所有人拢杀死？所以哦，这个无啊，一定还佫有一个大只的伫个。所以咱即摆甲放走细只的，准备来抓大只，抓着了啊，哈哈，凡间就太平咯。有理，擒贼爱先擒王，迄王若抓无着，那这细尾啊，若佫大只起来，后摆嘛是会佫害人。对。哦，我知了，大，你的意思讲吼，咱就是等一只大只虾才来出现就对了。不错，那你错。哦。我甲你讲啦，你想讲遐尾细尾囥落葫芦内，啊大尾就来互你成的哦。恁若要成，互恁去成。我跟你讲，人迄伫咧掠这妖怪，拢总是神的工课。啊，我是仙，我这仙绝对无咧管这个掠妖的代志，我要快乐又自在。无哦，斌哥你嘛错，咱是算新鲜的，嘛算神的一部分啊。对啊。那你是算生仙无毋对啦。啊，若我无生啦，我是算干仙尔，我要快乐逍遥。加自在。好啦，斌哥，无意思，无可能讲吼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庆忌来先，大家拢背了了，哎呦，要闹跑我共纠正，气死啦！啊好啊，啊你也莫生气啊，咱斌哥咱迄个个性，咱大家已经熟悉遐侪年啊，对无？你就莫阁生气啊啦。对啦，你唔免烦恼啦。你即马虽然讲哦，当兵啊行过去着，但是哦，伊哦，伊男伊啊，我看现的，向正边向倒边我拢知影。伊即马行唔免3分钟久，伊就我烦恼倒转来啊。安尼哦。对咯。大王千秋千秋。各位免礼。大王，今仔日是你出关的日子，地主专工准备澎湃的酒菜，要恭迎大王。今仔日呢，我会当顺利来连成9件大法，拢是你掌舵伫恁遮的功劳啊！啊，你无看到青德死嘞，因你行人呢？禀报大王，青德死因去行人，还阁留伫地上，伫咧替大王你效劳，伊袂当亲自恭迎大驾。原来如此，真好真好。大姐妈，阿伟，你是安怎啊？大叔仔，我互仙人拍着伤啊！仙人？禀大王，代志是安尼啦，我和二叔仔吼两个人吼，想讲伫大王你出关的日子，掠两个外口吼，要骗着大王啦。结果拄着吼一个叫北仙吼汉将离啦，甲我拍着伤，而且佫甲二叔仔掠走啊！北仙，救处理，竟然敢甲咱作对！禀大王，而且因佫讲吼，啊大王你亲自投降，甲因转去天庭啦。若无吼，要甲咱一网打尽，头一个要杀的吼，就是二叔仔啦。哦，实在有够可恶呢！伊毋通就是讲，因是北仙，对你偌稀罕，我偏偏咱毋相信，我要试看你哪个有啥物步数。大王，这北仙就交代互我来去对付伊。你的功夫，若要甲北仙比较，恐惊你搁10个饭时阵，嘛毋是因的对手哦。大王，啊若是安尼，咱毋得爱乖乖听因的话，束手就绑，从安尼投降，这我毋甘愿啦。北仙因你家人呢，每一个法术拢非常高强，假使因若联合起来，咱无一定拍赢因啦。若尊重因一个一个来食，我可以用我9贤大法，一个一个我会当甲解决单杀。大王，你安尼讲，啊意思就是讲要用计，
一个啊一个，甲伊收拾单调。本大王啊，自有拍算你的。切！参见大王。别抓！吴家辉，本大王命令你去探听八仙因的下落，禁止行事。是。啊，好啊，一定要去食啊。多谢阿囝。啊，那你是咧讲啥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多谢韩公子啦。安尼嘛甲差不多。哎，是讲迄个宾哥吼是知影吼，啊为着小可代志，甲大两个咧斗气，是知影真无道理。这袂去怪伊啊，因为事先啊，我无将即款情形讲互伊了解啊，所以无怪伊会生气啊。迄个我毋对，我毋对。诶，对啦，老大啊。啊，你讲咱一只蛋，啊，迄个幕后主事者就会出现，到底是真的啊假的？你是会甲阮骗啊袂啦？啊，我若敢会骗你，哎，迄有啊教讲，啊喂啊，好啦，莫讲遐啦。恁两个即马去这河边，去叫迄当兵仔转来。当兵仔即马心情歹，家己一个啉烧酒啊，啊，佫无菜通佫皮哦，哦，足容易醉的，叫叫转来。啊，兄弟，你若知影讲宾哥伫河边啊？嘿啊。我二嫂呢，我哥哥呢，啊，我这哥哥人，我若当代志拢毋知，我是要安怎做大的。啊，嘛是有理。好啦好啦，无要紧的，敢来讲啊，咱只好来去河边找咱宾哥哦，来去。好，行。哎，是讲，乖，记哦，菜物拢甲阮扫完咧，啊留一寡互阮哦。你放心啦，这加尾水甲人。知啦知啦，好啦，支持啦。来去河边。即摆你是互我掠来呢，毋是我互你掠呢。哦啊，讲话搁遐大声，搁遐昂气哦。要无你拍算是要安怎嘛？我拍算要安怎？我无啥物拍算啦，因为我是同情你、可怜你啦。我是讲哦，你落遐久无食物件，腹肚会枵啊，所以我即摆是放你出来，物件食了后啊，再搁甲你收转来。哦。大刀啊，你敢真正对我遐好？哦，你就有足够问话你知？你甲想看觅，咱两个啊拢是修道人，对毋对？因为哦，你是一时啊行到即个错误的路，所以来做毋对的代志。但是你吼若会反悔哦，搁改邪归正倒转来，后摆咱嘛是还搁好朋友啊，对毋对？讲到遐好听，但我毋是你巴肚内的面汤啊，我哪知你是受啥？紧食啦，紧食啦，腹肚枵是枵你的啦，甲我是无关系啦。你若毋食，我家食。你，大刀诶，我即摆吼感觉足喙干的呢，啊无吼，你若真正有心意吼，你去倒一杯茶互我啉。饭毋食要食茶。好啦，你即个查某人油啊，若甲鬼都无共款。这安尼菜遐多你毋食，啊你就挑你啉茶。我跟你讲哦，迄茶哦，迄啉多，迄暗时啊搞着你知？哎呀，你这查某囡仔，你心肝有恶毒呢哈！呀，你安尼无代无志，比迄杯仔后壁，害我无注意，你怎安尼甲伊压落去？哦，你实在有够凶哦你啊！我今仔日不但要救阮师姐，而且阁要爱你的命。白霞，你较细腻的哦。你即摆讲啥？你要救伊，是煞要治我的命？嘿，恁爸先甲你收起再来讲。白霞，哎呦，你毋是讲要救我走，你要走你家己去啦。白霞，哎呦，你等我啦。
你即摆就知影我厉害啊吼，吼，想要选，我甲互你选入去哦，我啊使着好做八仙之一咧。即个八仙之一哦，这意思哦，就是阮哦武功哦高强，奈地当。这个七蛇因师妹啊，这个白蛇为着要来救因这个师姊啊，好哇，走来这个中间啊，就将汉中梨甲夹一喙，哇，汉中梨哦，全中毒就倒落去，但这回代志大条咯。